咱这碗愈放下，愈放下，咱自己的心，自己的心会比较淡然。人讲淡然处之，会较淡的，一切看较淡。看较淡，其实无往往会误判，会讲毋对，会做毋对，方向行了毋对，想的方向毋对，思维毋对，迄个毋对，其实拢是因为咱的内心，咱的内心无够的关系，变容易的。所以讲，咱的内心当中会当愈清晰、愈淡然，相对的对着人，他会比较坦然；对伊淡然，对着人，伊会当泰然，叫做泰然处之。不管任何人，因为每一个人无共款的表现和个性，有啊，有足济，咱做过足济。无济，伊们嘛无济，毋过感觉相处啊，连啊相处太难。用咱的心，用咱的心灵去面对，较自在咧。你的心若愈真对任何人的足济事，比较无对人爱泰然，对事呢爱超然。咱的立场莫遐济，咱的看法莫遐济。少年人有少年人的立场无？有老一辈嘛有，咱嘛有咱的立场。每一个人伊拢有个人的立场。无若就教义书，咱的立场相对济，拢用咱的立场来看代志。爱慢点，爱怡然，叫做怡然自得。对某一个物件，有就好，有就生活，爱真心就好。其他假传爱安怎？假传爱体现，爱体现所以对自己爱淡然，对人爱泰然，对事爱超然，对物爱怡然。安尼渐渐开，我们才咱的心静下来了。安尼静了以后，咱会当观，叫做静观行变。观心变，观天地，观众生，观佛祖。将咱这个我放下了后，来观。迄个观唔大通叫做客观，叫做客观，乃主观。所以心足清晰，立场超然的立场来看一首歌，内底的行。讲安怎？第一句就甲咱讲观心变，种种起了因害所破乱。有足济生灭的物件，咱的一生当中有来去去，有生灭无？有事有济无？咱的事甲咱兄仔问命有济无？有家庭的事嘛济，工课的事嘛济，道德的事嘛济。迄个事足济，毋过每一件事一定有开始和结束，敢是？有嘛吼？所以事的生灭，咱的心嘛咧生灭，因为事会起，事会结束，嘛。所以事嘛有生灭，咱人的心嘛有生灭，咱人的生命敢有生灭？有嘛吼？
所以咧，这个过程，物质较无生命，代志比较多，物质较无生命，有啊。因事物伫这个环境内底，伊敢若波动同款，含咱的心同咱同款啊波动。一波开，后壁再过一波，一波落了后，后壁迄波再落。所以当波浪起来的时阵，伊的伫迄个沙滩，伫海边迄沙滩，迄骹掠，波浪起来了后，浪潮退。咱每一个时阵的因事物，拢会伊回忆，拢回忆嘛吼。啊，回忆对咱有帮助无？但是，这个人甲我讲安怎？有啊，迄是过去的代志啊。毋过即马伊调调，安尼对咱敢会有帮助？无帮助嘛吼。所以咧，甲咱讲时间，咱的生命也好，咱的事也好，咱的运也好，咱的心也好，拢一波一波来。啊，毋过落来了后，伊若退了后，一切拢变成回忆。啊，过回忆是空的，还是实的？回忆。空回忆，哎呀，这个叫做现象。后壁红字就是咧讲迄个解说不瓜伊的重点，这个人的生命现象，人的生命现象。哦，啊，咱即马依然即马是处于啥物处境？就是咧讲第二章。咱即摆处境就是咧讲，事浮游环海浮乌，尽花开未落。吼，就是咧讲诶，讲，咱即个身躯啊，咱啊浮游啊，浮游就是一种含吼，一种含，会知影生，啊毋是死。咱定咧讲诶，迄个叫做啥呢？讲朝生暮死，你感觉听过安尼？朝生暮死，咱人先讲咧，甲咱形容，咱的生命虽然讲哦，咱活咧几百工，咱家感觉足长，其实，若以宇宙的角度，咱的世间，咱的生命是足短的，咱的生命是足短的。所以咱若讲咧算时间啊，吼，咧算迄个速度，紧来嘛，咧算速度。咱若以人来算，是毋是讲1点钟走几公里？哦，1小时跑几公里嘛？吼，敢是安尼？咱咧算速度是算安尼嘛？算点钟的哦，1点钟走100公里，走200公里算足够啊，走1000公里有嘛足够啊，1点钟，敢是？对嘛吼？所以咱咧算是算点钟的，啊，若用宇宙来咧算的，伊是算点钟伊是算光年、光明，伊是1秒，伊是算咱讲1点钟60分，电影内底用点钟咧算，伊是算秒咧算，1点钟地球一个。宇宙的速度是光年的速度是安尼，所以用迄个光年的速度咧看，医生是撇者无啦，安尼有对无？迄是咱凡人咧看咱凡人的生命，讲啊做足久。那以宇宙的角度来咧看咱人的生命，就敢若撇者无啦，安尼有对无？就敢若迄只虫，迄只浮游当中会知影，我。毋是死，毋是死，安尼尔，时间有变无？有，毋过浮游伊毋是时间地苗，甚至于讲伊的生命力足弱，吼，伊的身体足弱啊，足虚弱啊，迄个虚弱了咱人同款啊，咱迄个虚弱就咱人叫做人袂强啊，袂强的意思就是啥？无奈啊。讲要叫咱做工课，有我知影做这，你做啥？我若安尼用就算做好啊。若以上天咧看咱人的角度，你这功用哪有现实？能力嘛安尼尔，
时间对咱的能力，安尼先拢甲咱讲哦，讲你毋是讲时间对的，刹那搁安怎搁心搁无谈资，无啥价值，你安尼讲安尼哦。啊，你这个世间哦，敢若讲哦，看起来敢若袂输，迄个泡沫啦吼，海里的泡沫，迄个人讲迄个。哦，迄个水花，迄个浪冲落来，敢会感觉足水安尼，迄个水泡安尼足水安尼，迄个水泡开了马上是无去，好像很精彩，可是呢，时间很短就变泡沫。咱人的生命，敢浮游啊，足短，而且足难啊。毋过，咱可以这个世间内底的生命，咱要安怎创造，要安怎超凡入圣，要安怎创造咱的经验？圣灵敢是认真哦，伊嘛惊对无？对，伊的身体有力哦，伊嘛力。毋过生命为什么伊会通创造经验？咱袂知，咱这个才是重点，毋是时间的问题，重点毋是伊的能力的问题，不是。就咱讲的，讲这处境，咱这处境就安尼拢不理咱，那安尼咱就认真做咯。时间无压力大家，能力也没有站在你这边，那安尼咱就认真做。也把个人来个详细个来讲关，天地气象万千如万象清，这个就是咱讲太重要的一点。这个宇宙现在是万象生的，这个环境是安尼。啊，所以这个环境人咯，有嘛吼，诱惑有济无？有嘛吼，手边啊做发达，有无？吼，优质性有紧无？有嘛？手边时间嘛，就真济安尼个。会，啊，内里内底万物为什么善？你的心就看对了。所以毋是单咱自己先天带来我的问，咱自己的处境的问题，佮加上即摆环境对咱的诱惑佮遐尔济，把咱的心牵咧行，牵咧动。所以有当时咱会感觉讲，哦，未有疫情进前啦，咱会感觉讲，哦，有够无用，课程有够济。拢无时间休闲，哦，这哪有人加休闲偌毋知偌好，课程较少一个偌，对嘛吼？啊，若经过有嘛吼？啊，若安尼咱敢有因为着跳三冬外了后，会想讲要较紧出活动，今仔日这个班的人敢无较济咧吼？但是，啊，若安尼表示着，敢是课程济少的问题？不是因为着咱的心理的原因，是这个原因。所以来讲，咱今仔日上最重要的就是接受着诱惑，所以咱的志会袂错，咱的志无够强，咱的动力会不够，咱的动力会无够，要会甲咱的心扭咧行。用咯，啊！你今仔日咱自己都无法度想做啥，啊！你就拢灭命啊，免啊，拢灭命，拢灭命哦。有，想看卖啊哪安尼弄？对，所以咱都来讲，无所谓原因是为我外口有诱惑足济无对。外口的诱惑的原因是因为啥？因为咱心内有迄个贪嗔痴，
有咱自己的本性，所以讲心中若无物，无迄个原因，是因为咱自己有缺点，无小心咱的缺点一直不在意，而变成缺陷。当缺陷以后，发还是主动了，到人讲。人事物的顺逆，人事物的好歹含善恶，有人一定有事，问题袂变成问题，关键是对一个问题是心境的问题。所以心境的问题，咱将这物件来变成是一个陷阱，因为平常时无注意自己的特点，所以缺点会变成缺陷。所以咱敢有想过讲，咱一直想要突破，多少？反而就是咱自己当中有自己爱来改变了自己的迄个点点滴滴，安尼才叫做突破。唔免啦，自己来改变着咱的点点滴滴，因为心生慢的。咱的内心中少相对的当中，咱内心的能量越正面，咱能量就越大。这个讲心境，爱了解着讲，今仔日的过去的正常，哇，足侪诱惑，足侪冲击，足侪问题，足侪事，咱来了解，事一波过一波，无可能无事。走的事会愈来愈多，甚至身体的病痛的事，人愈来愈老，有可能病痛愈来愈少，会安尼咧？安尼事会愈多咧？爱注意，这拢是来到这个世间，这种过去，只用冲起来以后，用来退，退刷就变，就恢复吧。这是自然的生态和状态，所以讲，简单讲，心放下去，将迄个自我的想法、的看法，倒迄种的感觉和感受，放开落来啦。安尼的话吼，咱放下掉这包袱，其实这是咱的包袱。放下掉包袱，我们就是要全力以赴。所以无心无我，伊毋是讲叫咱消极的，因为咱来建立了包袱自己的自我意识落来，咱没有办法解决咱家己根本的问题。有人有问题，迄个问题是由心所产生，先不清楚，咱承认内心。所以佢来讲哦，讲观众生受者人我佛法可说。当今仔日咱接受到外在的环境安尼甲咱诱惑，安尼甲咱冲击，足侪无好的感觉，互咱内心足艰苦，下咧，迄个常态，迄个叫常态。因为迄冲击的，咱冲击的你心，毋过爱你若无听，唔知你对甲错问题。咱去到病院的医生我来讲，某你若你对，会讲一句话袂？我无咧，我拢无咧听，我咧你创啊，无敢是？伊要甲你问对在咧听当中，就是要对症。咱好来咱会听，若袂听的时阵，咱就烦恼啦。吼，敢是会听，无要紧，会听伫因内底，对听的内底来找出咱真正对答出问题。安尼你是爱感受着，互你问题的人，
互你造成疼的人，就咱疼的过程内底，去看到咱的问题，去看到咱的问题。啊，所以讲，咱看到咱的问题，咱的心境渐渐咧提升。啊，安尼看到你内底自然就会你我之分啊！嘛无讲我是人，所以你会当互我食之分啊？袂啊！因为我迄个我的自我一定咧控制的，渐渐咧清楚。所以咧，内心愈来愈会当放下以后，那安尼的话，今仔日这咱自言语言就会和谐。啊，这拢是社会，这个世间内底的这个是非非啦，连说都不用说啦，不值得一提。因为啊嘛，因为代志过了就无去啊。我咧看到咱家己的心啊，代志过了就无去啊。啊，要讲啥？啊，咱个是啥人讲？咱个说不用说，因为啥？这代表着人上种性上受正所产生出来是非的问题，这物件都重要，这叫价值观啊。咱是将家己的感觉、感受当作较简单，也是咱的未来，咱的未来的价值，咱自身的生活，咱内心的情绪较简单，咱迄个价值观爱下落好，迄个价值观爱下落好哦。所以佮咱讲呢，咱就先讲佮咱讲，当咱了解到这是非的温温婉婉、跟验清楚这物件，就不值得一提啥。这当下因心、应心、应性、果淡漠，这个就叫现在当下当下第一，我时间无济，对吧？第二，我能力不够。第三，外在诱惑又特别多，什么都不站在什么优势。但是当下我爱做啥？当下我爱做啥？我做代志的重点伫个以心应心，以心应心。当下我要爱做的，就是安怎呢？将我的内在这物件，这内底误会，咱慢慢啊放下。民主问题放下，自尊问题、阴影的问题放下，心态的问题放下，利用的问题放下，利益的问题放下，感觉的问题无要紧，感受的问题。安尼啦，这物件拢会当放下的话，安尼敢好斗阵？安尼好斗阵无？好斗阵的，好斗阵就是伊斗阵目的就是为着啥？以心应心，安尼啦。所以人讲啥物上歹做？人上歹做，歹做哩对，歹做歹斗阵。啊，为啥无用斗阵？因为心袂共心。啊，为啥袂共心？内在无清楚，自我想不意识想法，会不会这样？会。所以当咱来看地理教讲，互每一个人当中，咱互每一个人能够走入到我们的内心世界，咱的内心是干净，而且是开朗的，是正面的。人今日到咱的内心世界，它是呈现一种祥和。啊，若安尼的话，调咱心应心的情形下，定性淡漠。咱有法度淡漠做事情，咱淡漠第一来做。咱有法度应性着淡漠呢？因为淡漠来到遮，伊还佫无法，伊还佫找袂着知音的啊，对无？找无着知，要找迄个，咱拢知影，要找苗五地，有会甘心袂？袂甘心。毋过迄拢是苗五地含有心的问题。啊，一样，咱比较爱从我们内心里面放开，放开，这物件都不要在意，放开。啊，放开边哦，咱会当行过去的道路，性过去的道路。为什么？我们能够
像咱东方地来做。为什么？因为今仔日咱应试下有得到老师的道，上天传道互咱，上天将道，互老师得到伊的天命，将道传互咱，得到上天的天命，将道传互咱。这个对，咱今仔日这个老师将道传互咱，甚至于内底也组立一个足健全的组织，就是咱的。对咱老前人到咱前人到咱点文书，规个组织看有健全无？这个地方，啊，佫有足侪讲师、足侪前辈、足侪同学，有软体、硬体来陪咱。点的话，咱每一个人中拢派着咱老师的招牌，会迄注册商标，内底啥？来传道，来导人，来宣传，互咱成功的。过去拢无呢，咱有行了足忝无？行了足忝。虽然咱的时间无长，毋过咱也要认真做。伫这个平台，伫这个老师的这个招牌内底，伫这个认证内底，咱也要认真做。来组织人，互咱运作遮大资源，互咱运作。照道理讲，是有心要将我家己的这个我放下，安尼啦。所以咱讲，这个是一个，你讲来讲，这就是咧讲重点哦。重点就是咧医生。伊个咱讲哦，讲关佛祖开发弥力可医药，开发弥道的经验的可医药。弥道在过去当中叫做啥呢？无量寿佛，嘛会当讲无量光佛。嘛会当讲是无量清净佛，所以无量寿佛、无量光佛、无量自在佛，这拢咧形容着弥道。若安尼，这是毋是咧形容着咱的自性？这是咧形容着咱的自性。所以当佛祖启发着咱的自性，自性已经有启动啊，自性启动哦，自性启动就是啥？要来面对苦与乐，要来面对苦与乐，所以爱用着咱清净的心，用着咱光明的心来面对着咱苦与乐，所以这个是咱自性的本质。那个就是我们自性的本质，所以自性的本质当中，伊就是要互咱调整苦与乐。那所以自性的本质，咱来讲，就是咱每一个人的天性。每一个人都有天性，每一个人拢有天性，这是自性的本质，就是要咱调整着。伫苦的过程，你要安怎真的从中找到喜乐？利乐的过程内底，你要看到唯一的所在。苦的时阵找着曙光，快乐的时阵找着杀以为的。安尼哦，所以后壁咱讲得无上指点解脱，自修还自灭。咱今日点传书。迄个无上正定正觉，咱今日有第二点文书的一致，那安尼叫做开道，将咱自己的道和宇宙的道做一个结果，
乌丢的道，它的能量大不大？大啊吼，伊会当稳定啊。咱乌丢的道，遐尼大的能量，它在我们的身上，伊是咱的身躯里，是毋是点传输拢甲咱叫做啥？叫做串联。插头把咱插落来，插头插落无？插落，插落了后，水个迄支电筒若开好行，插翻啦，伊会转咧传统。咱的道和古地的道拢共款啊，只要你若有心启动，开始转咧转咧意识就开始。以后就是解脱啦，咱家己爱转起来，转起来。所以这个道当中，就是要互咱转起来，就是要互咱解脱。若袂解脱，看啥？看咱家己，你着爱自修。应该改变咱自己，修正咱自己，互咱的心愈来愈淡然，愈清净。所以自修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淡然。对。来后边呢？后边再来讲自修哦，后边再来讲自律。后边再来讲自律。迄个自律的意思嘛，是咧甲咱讲，你若要得到，你爱坦然面对，坦然面对。自律就是讲坦然。安尼。所以咱的内心当中爱修无爱，如果要做，爱用啥物做？用咱诚的心来做，内心用诚的心来修，嘛用诚的心来做，安尼，咱有自觉个，有自觉着啥？解脱。所以真正愈会当真正得到咱点传师的无上解法，真正会发挥价值，就是要互咱解脱。真正的解脱就是要讲啥？咱莫去互人甲咱绑掉，不要被人事拦住了，不要被人眼困住了，不要被人欲绑住了，不要被人情锁住了，安尼嘛吼。都毋通向绑掉，毋通向锁掉的，毋通向拦掉的，毋通向绑掉的。若安尼的话叫做啥？解脱。如果无爱叫绑掉的，无爱叫拦住，无爱叫锁住，重点在哪？是爱做自修和自律，认真就来调整咱家己，后壁会叫上创做的咱自己，这就是咱的条件。这个就是我们的条件。所以讲到尾啊，有无？来后壁的时间就是咱的献歌的时间。神韵合唱团伫遮当中要来甲咱献上这个舞这个是调情书。这个歌无法佫有跳过，无法有挑咱中王来聆听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邀请我们。
很强的所以他每天地上慢慢才来这个看到嘛，这个但是他可能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时间的关系，我就是你给我时间的关系，你这个课程来对，你这个课程来对，透过咱南部地方来处理，处理花，来做这个事情，目标，有目标，目标好像了解自己。咱中华，咱的重点不会，你做啥物做重点，啥物叫做无重点，啥物叫做无重，啥物叫重点，啥物叫重，咱慢慢体会，所以咱的老师，大家可以当中讲，一直在人教育，一直在人教育，你睇嘅目標，佢聽話嘅人嘅支持，荷蘭發展其他業嘅人嘅時間，嗰啲啦，做下嘅係學會，做下嘅係支持，而家我哋就而家大部分嘅人所以大家希望让大家大家共同参与我们我给你鼓励不是的收台，同样只有收台非常的好像有礼物的礼这本书都有一个礼物把番茄收台这个收台包含这个最后一场呢，我们就很好，谢谢大家。
谢表示慈悲，点到风，风到风。好，我们再次那接下来这是由陈友盟的讲师我们讲道德经20章。到风，风到风，表示好，表示好，请坐下。咱今年咱去今年对咱书对咱的对投票对大数对公平大的大家好安。4得3点所以呢，这一起我在这个班到第3班再来才所以咱就教资源我们就咱讨论事情，咱总结好处，咱直接就问回到咱这咱委员对咱们做惩罚，对不对？我有这样的意见呢，大家大家就看看自己学习咱自己来就是感谢咱红衣这个是呢，红衣就是把咱这小伙子培训所谓这个经验所以咱今天到这里面，咱们先做学习。我学习呢就是咱这经的第21章所以就是这个21章这个是讲来讲出来所以咱的当时团不断的互相勉励互相交代来做学习咱第21章这就是伊的部分所以现在咱做的了起来就都无这开始为咱真正的会不是国语好来做这做一样来知好，为道是好，道之为物，为法为夫，夫兮法兮，其中有限，法兮夫兮，其中有故，法兮灵兮，其中有精，其天正真，其中有信。是今其土，其名不去，其月众吾何以知众之状哉？以此。所以咱就知我们这经对事理伊这进来好啦。我对这个这章黄师傅是讲来讲的我看这是要建设所以我在这大家考虑大家互相勉励啦讲事情呢，讲本事事情我现在讲一个小差别这是较上周作语这个那里条的因配合上书所以所开我是首诗的对啦你条这上书作语会当中真多我真久啦现在重要咧伊就是啥？就甲有法度跳1天的对啦所以呢，伊也打破了叫做集经伊也集经了伊就讲伊配无去到去到3.5角，旁边还有多看一下，接着如果是叫感所以目前咱今仔修的现在就也不能执着完空安尼就这这几个老好听的所以咱咧修的是袂当一条啦所以咧
有最爱，物件就互你做挂的啦。哦，我做爱一个鸟啊，你这鸟就互你挂的呀，有钱你知道吗？到地上周远，啊，你就无菜。所以金碧峰哦，伊嘛是吼，会当讲收到危险，吼，啊，伊唯一就是啥，水大，一种啥，一种一个挂，因为伊咧顶条迄阵哦，迄个风地吼，足欣赏这个金碧峰伊收气，啊，结果吼，就水一啊泼，非常非常的珍贵，搁非常的水就对，哦，啊，金碧峰吼，哦，有甲爱即个挂就对啦，下当拢也无代志哦，就摕起愈啊绿啊，愈啊明色色的啦。哦，啊，所以哦，伊这播用迄吼，迄个啥，迄场吼，场播吼，啊，到多好势，啊，拢插入在迄个所在安尼。啊，伊一届入场的时阵哦，哇，啊呐，嘛是插到多好势，啊，就入场去啊，啊，伊的魂吼，就唔係到迄个吼去逍遥自在啊，啊，结果迄届吼，拄啊伊啥事情一定到啊，哦，啥物事情？就是伊命爱为天的事情到啊。哦，啊，结果咧，连得主行三加四，绝不丢人过路边，这咱拢知。所以乌白无常了资料吼，连着天主了资料，来天天风，啊，就入顶啊，啊，入顶就我就掠着伊迄个啥，离婚片啊，哦，大妈上阵是要掠肉体，是要掠离婚片转去啊，哦，啊，所以吼就惨啊，这个人无你也断去哦，无就交歹呢。哦，变怎？哦，所以讲乌白无常哦，多请当地土地公伯出来，哦，逐天铁风哦，收视都好，哦，工夫嘛佫厉害，哦，摕咧送伊一个钵，哦，迄个钵足珍贵诶，伊产伫倒我知我可能知，哦，去看，只要哦，你将迄个钵摕出来，哦，等我破就走出来啊，安尼就对啦，哦，所以咧乌白无常，听到遮足欢喜诶啊。就直接挂哦，啊用迄挂挂到有较好势就对啦。哦，迄看就知讲即个人对即个挂吼，啊啦足重视诶。啊，即个我非常激动了吼，伊讲等咧，哦，等啥？即个挂诶，我细命诶，你才大家讲我破，啊就冻起来。哦，啊伊就爱入定啊，出定了就爱入定啊，入定才会当讲话。哦，入定了吼，白无常来好，哦，你出现啦，会当来了，吼，啊啦，也就天主要顾着啦，哦，因譬如讲你就当讲开吼啦，讲哈，像我想到即个境界诶人，会当去3天去啥，去逍遥自在啦，搁是啥？哦，搁伫迄个啥宿命当中哦，哦，我搁有生死之分哦，我搁伫剑门之手咧观察哦，安尼就对啦。哦，所以哦，他讲惨啊，他收的方向拢毋对哩啊，哦，而且吼，伊安那破袂破，破伊啊，破了各位先生，都腾空而上，腾空而上代表伊啥？一定是要得到啊，哦，所以你进入了那不如要团进来，所以有名这得主啊，再来了我一片风，哦，各位先生，伊的主导咧破掉伊啊。哦，破掉了咧，当然就进入啥？哦，进入风的世界去啊。哦，所以各位先生，这个故事啊，就是咧描写着讲，咱今仔日咧修办就共款，哦，就对。所以你要看咱前面哦，世界外口遐一个两条路，伊心哦，各位先生你拄有看无？咱的心是伫安尼2点，伊中间更是无个啦，哦，你拄有看，是心。中是无一点，边仔一点，咱来修，你心中也搁有我着，叫大家相加咧就对啦。金天讲伊就是安尼，伊咧我是主导嘅，只要伊嘅主导定个拍掉了嘛，就啥，就超越伊嘅理解啦。所以伊就对着啥，地位啊，就咱即讲嘅地位条件偏多寡啦，所以这是无按吼，这个故事。做片仔是就对啦，咱的即种诶，叫做用道中从道章啊，对迄种叫从道章，一定逐人搞清，搞清楚单啊，你啊看吼，咱进前逐人都变人世间，所以咧，咱这个啥节目缘分啊，
有一届另大的时阵，花海厝啦，恁谈啦，伫遐那是说法，其中我做吼，就是前面两句我讲这个都佛佛慈悲吼，咱道中太过来要学那个实际功德位安尼，倒后灾难咯，咱就去做去救伊，倒后咱就讲你去救伊，是啊，这是我善事安尼就对啦，安尼是道有诶，但佫较看佫较紧，互社会人会当来运动安尼就对啦，只讲无手攞囥掠掠，就像安尼，说，无讲话徛伫中，讲普洱啦，恁敢知影恁累世毋爱受鬼世啦，即世较会当坐一只。伊讲恁过去世无受三世，上实际功德为这显出的对啦，这显明的对啦各位姐姐，伊讲恁即世人无资格人救道，恁敢知影恁过去世就是至少受5世即种这显出的功德，恁即世人较有法度坐即个椅仔坐会牢，无即个椅仔坐袂牢呢，讲姐姐敢要相信？足侪人坐只椅坐会晓啦，袂输点袂输齿坐袂牢就坐袂牢啦，就即个呢，伊讲咱若无过去世受7世以上啦，各位姐姐，今仔日要穿口无法度穿会落啦，各位姐姐，你是讲穿甲足简单咯？迄就是咱过去世有修考着考研，迄个啥过去世因缘果报拢有不足啦，咱只是各位姐姐，你感觉看过人过去穿口无法度穿诶？无法度看过一届啊？伫咱新年王桥你遐有无？迄届穿口拢伫遐啦，互我摕批个时阵时去了我去穿口，拄我伫楼骹，可能一个晚上去单位我毋知啦，爱有别人陪伊诶嘛，就要出来爬去楼顶准备要推班啊，安尼足奇怪伊惊到迄楼梯就爬去，佫关伫遐咧，伊咧爬去，我到遐伊头不头，足奇怪大家要做3分钟，奇怪，你个楼梯来悬拢爬袂到安尼就对啦，其实咱人看伊是无紧张伊伫遐原地踏步安尼尔。讲拄行拄对踏步人讲愈艰苦安尼啦，就拿带去咧，我毋安怎愈艰苦咧，我看毋通爬去啊，安尼啦，其实知影这业有咧趁钱啦，无听口就对啦，咱知影嘛即摆就落来就来1楼啦，我就住伫遐，迄个就讲我即摆就较轻松安尼，就要爬去看觅，嘛是搁伫遐原地踏步啦。迄个毋免啦，无人工诶啦，可能时间未到诶抑无对我伤口诶啦，无我先转来啦，我来徛诶，就转去啊，安怎？搁钱你敢知影？所以咧嘛是讲我今日求道，较足简单诶，或者跟你讲不简单，因为只讲我到尾搁讲安啦，你过去世无受10世各位姐姐，你今仔是要做人才。对点来出去外国开荒，要去边要去办上礼下礼，要去做工资，要讲三宝，够遐简单，无简单。你过去世无10世你讲无10世你无法度得去赢钱所以各位姐姐，伊将道中就讲咱即世人，伫主会台北主会比赛，因为伊到紧啊。会当来投胎转世，咱来已经受几60世、几100世、几1000世，毋知影啦。来到遮即世就是叫咱一世修，一世行啊啦。即一定爱转来啊！这用咱迄个谢老师定讲一句话，就是做讲道理的。即世人你袂多路行，你着用爬，有爱爬倒啦。你会用行就赶紧啊，行较紧的，莫行小慢啦。无你着用走诶啦，有走诶你用咱走转去啦，会当用飞是实解好啦，所以地上出文德，比喻之啦，中出文德用轮就讲啊啦，所以各位姐姐，咱在座大拢是上出文德呢，听着道理咧，听着道理了后，就讲起来祈祷做事啦，选择你唯一的绝对理，如果做对了这件事情才是最正确的。
所以更前点，我家己的掌声鼓励一下，所以更强调，我咱这世人啊，阮这个人要强的依强，老爹融入，有的习惯里磨成这个不同，就讲我这世人啊，到人世间很难得我来讲，有几个来处，第一个来处是自心懂得，要学习道加天道，为人咱后摆都起来啦。有种人就叫啥待业往生，就讲你过去前有修啊，毋过修了无圆满，其实咧，佫互业菩萨啊，再来咧继续修，这道的就对啦。佫有一种诶上介好诶，就像咱单身共款，趁便再来，过前年，咱拢捌听过单身年故事嘛？咱单身年较早未求个进前，佫用做嘛，关就是食薰，有啉咧卖头安尼。所以做固定一工就是2包薰，一罐菜头因太太咧帮伊准备啥？准备炖饭是拢安尼，切一盘菜，一罐菜头安尼安尼放咧。咱无啉点段子，带伊来求得了，带咱单身来求得了。单身是无，伊即餐都共款啦，就三个听安尼尔啦。各位先生，咱迄阵求得是用三个听，我迄阵三个听不落干呢。互我做矛盾的啦，就咧讲三个好，讲到偏偏就讲2点钟咧，天头讲到尾讲2点钟咧，互我真正一句话就听无，我听着句，这句都重要哦，平生难讲哦，后尾佫别按讲，别按讲嘅嘛，别记咧无嘢啦。所以迷迷糊糊啦，过前日应该听咧，所以大家注意互我较跳我跳3个跳过来，甲听10几工听的无啥有，咱真是是啊。三个听听到大海出龙啊！各位前姐，这是家的单年比例哦。这个你再来啦，春天再来的啦。所以的话，咱人的来就是安尼啊。所以咱这世人会当来到这人世间做人，不管是天道也好，地道也好，或者跟你讲，非常的不简单。以佛经来讲，讲第一讲讲。运啦，10条运啦太当出世一个太当出世做人，10条10万条啦，太当出世一条运出世做人啦。所以讲前面，咱要出世做人有困难无？足困难嘞，你看人生当中，你看地球要看几个国家？地球2000几个国家啦，会奇怪嘞，咱无去伊索比亚搞来管谁还是咱无去非洲管谁还是去美国管谁偏偏到了中间的台湾呢，不奇怪而且你晓得这个，因为台湾是宝岛啊，台湾是红海仙岛啊，你大家拢仙啊，咱大家拢仙啊，所以拢来少做伙来，咱拢来红海仙岛要做仙头所以比较大家相处一同，所以讲这个真正仙岛呢，以咱台湾这统计就对啦，大家一贯都的你刚刚我去参加一贯的总会你就算错啦。讲咱一贯的啥例子请教授这个超过啥？超过100万人啦，请教授这个大家一贯的无教无讲，啥物教拢无讲，大家一贯的过前地方。你传叫讲文化，大陆讲欢迎的啦，是推广措施嘛讲欢迎的啦，因啦，无你点做安尼尔就对啦，安尼啦。所以你看这中国大陆是沦陷，咱问医院了一个生机互伊啦。这生机就啥？咱台湾啦，咱台湾就是啥？上天的一个足大的生机。所以你看这个思维等到遮，咱这就是按逻辑翻条嘛。所以咱台湾人迄个论语这通的嘛足济啦，就顾大经啦、道德经啦、啥物经，四书五经，足济人做讲。就是讲，就是咱出一贯的例子，特别的会讲。这拢相当有经济来啦，无法度啦，无法度遐通啦。因为咱要研究经典你用4人的说了，就道德经，要亲入到经典咧真精造无都讲一小啥叫咱就知。较早金刚经，一个师傅传个徒弟，这徒弟差不多10岁尔。按书大家咧熟悉金刚经啦，安尼啦，时时照金刚经当着都大啊，所以有一天伊师傅
我到底啊，我来讲啊，我即部金刚经吼，啊啦，讲袂使也紧张，吼，啊，我就咧出来3工，啊，你逐项吼，老表表嫂好势，老婆好势，吼，无代志啊，咱人就是安尼啦，就比我有黄金300两嘛，敢是安尼，爱使有讲吼，你看。哦，咱金刚经袂当看安尼就对啦吼。你愈叫我拜看，我愈想要看，安尼哪就是安尼。OK，十岁尔，来头现迄个金刚经啊，你睇了哦，金刚公主现出来啊，哦，金刚公主啦，现出来了，我就是安尼哦，这屁股现开，这什公主出来吼，我听一个，我真正吼，我慢慢的，金刚公主现出来，来主人有啥物迄个就是，吼。我头壳白讲水啊，迄个小同事讲，感谢你了，就安尼，我以后搁去看，啊，就好诶。3工了吼，输我转来，你奇怪咧，结果拄我诶钥匙啊，啥哪无3工安尼就对啦，啊不，明明就是我钥匙啊，哪迄路吼加啊白啊，我行着，啊行着咧，我做错一件事情。我昨天做啥物代志毋对啊？我去参会了，读书，你叫我去讲，你毋茫骗啊！我头天呢，啊对怎？我喊你头天，我看你啥无？有啊，哦，你讲吼，是个人讲甲我你咯，一个囡仔囝俩，你现这会看金刚公主，我上金刚经受40几工啊，都拢无看金刚公主，你真诶啦，师傅真诶啦。小傻逼啊！我现在金刚公主咧过来，来主人有啥指示？哇！师傅看到这爱跪落来咧，有你劲啊！你放甲悬啦，后面无拢无专门给人伊啊起开啊，金刚公主出来，金刚公主啊，你啊嘛无讲白。我一世人来上金刚经受40章啊哦，啊你拢无写出来，我看者，啊阮到底10岁尔尔，伊都学一步都还袂熟诶，人伊显起来就显出来哇！你就到这来我看啊，这是何德就是安尼啦吼。金刚公主较讲，这个囡仔吼已经上44人啊啦，金刚经啦。你这世人甲上40当尔算啥？多钱嘞？你知影无？所以下你要上利你要无利利哦。毋茫轻视好汉。那么我一个囡仔囝，讲我是做新无闲，做钱，这拢就是有偏比带来啦，有做比带来啦，无好。所以有可能咱好啊，才会决心带出来，以后读通书，甚至嘛有可能以后你啊面做点乱书，甚至实上一方面你做遮经验都有可能啊。所以有做方面来讲啊，研究上，所以咱就会使啥看清任何一个人。所以就说条目去啦，所以各位先生，所以咱即世人会当来到人世间搞个乱世，上重要，你是选择做啥物物件，做啥物代志，趁钱一定爱，因为咱即世人叫做啥？咱就是大家修，大家修就是你会当娶某，爱当结安，养儿育女，你我是个人，咱这个就是叫做还嘛，还就是。所以咱前日定来讲话，凡事圆满，性事就是成啊。所以咱就天嘛爱过，先天咧平常都来过。所以叫咱重视平常嘛。所以咱要从啥？这问题来啊。就讲我今仔日来学啥？学姓名，就是姓名啊。你今仔学婚，就啥成婚啊？我今仔日要做土水菜。就去今年土水菜学啥？甲你有咁学过啊？你以后去土水菜啊嘛，咁样咧。你若想要做一个啥？面包师傅，你今日稍学3工，你就去面包师傅啊。所以就讲你今仔学啥，你就成啥。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问题是叫，就是啥？你选择啦，你若心了，定要对，各位先生，你要诚诚诚恳。你若对了毋对咧，枉做功夫哦。为什么？我的这些逼，我帮你改掉，你泰山得小天下嘛。咱这第一个人啊，
你下底要爬到泰山哦，要爬6600站哦，从行爬去哦，我迄阵爬5.5.5哦，迄是个大考验。阮中吼有看到3点呢，底啊，担物件拢担的哦，你还好用的啦。即摆我看着做好奇的嘛就要早就跟他聊天啦。我老兄你安吼，做几工啊？伊讲伊遐担担30几工啊。我就问讲，你一撮赚偌济钱啊？伊讲80块一撮80几块人民币，80几块人民币偌尔，包是差不多在400块。爱爬400块了，400块搁行落来啦。一工我都行一段尔，我都行2段。各位姐，如果你也选择做这个行业或者跟你讲，你也就要代销我困难啦。要生厝咧，我话更加困难啦。是毋是？像来讲，你选择行业啊，你若选择行业，死人啦，我都出头，而且无法度出头。我是咧做体育啦，我是这个啦。若讲我来啥做公务人员也不错啊。固定的迄个薪水啊，迄个啥退休了搁做好啊，这拢做好个啊。按过咧，要大好囝有靠不住啦。所以就讲你这世人要从事做什么？人讲啥？会赢较来拼，有听？会赢较来拼，毋是爱拼较会赢，这句话都共款咯。啥物会赢较来拼？就咱去山茶有赌啊，去去打当做个，去洗手，去洗手啊，这一定赢就对啦。你来拼，这一定赢来拼，怎样呢？你若讲投入做者时间啊，做者金钱啊，赚嘛，做者做了钱遐但讲做经营，选择当中这世咱是受落势啊，这世人就只有咱受得转去啊，无转去袂使。所以从会赢较来拼，这稳赢就对啦。你先到会当养是偌久？一世修万百番，是讲你这世人受到偌袂艰苦呢？一世间你摆我做成少个啊，就往后日大家互去，人叫着出来，叫一大堆人你就开始讲我免去搬山，也免去搭棚，你用早咧敢是出去就讲咧，你真轻松，咱是安尼。讲了好听，大家泡泡我搁有成就感咧所以嘛足轻松咧是较无闲啦。你著搁地方去倒啦，去啥啦，走来走去安尼较无闲尔。毋过无闲甲足欢喜，无闲甲足开心，无闲甲心甘情愿，迄就是是对啦。所以你看，一世人较辛苦诶，险是10800年多年，好前你看。政治社会有这个才好看的无啦。你选总统，竟然要上地下要臭头油哦，上8当、4当做总统4当，当然咧。立法委员你要顶调的啊，你选调好无？偌久，要4当，是不是？大家斗来斗去，讲来讲去，骂来骂去，感觉都无意义安尼。安尼世人，毋免常常拼，嘛免常常骂，嘛免常常争。咱好修，如果老大人多钱10800年多位等到这个比这较好所以讲中道中，你是要做啥较对啦？你今仔选择教育，安尼就对啦。所以做前咱今仔收到遮毋管无理由毋我是心得只是对安尼都无歹啊。无你是讲啥物情论？盖棺定论。离休，安尼家爱守好，莫破坏，莫讲要去美国佚佗互我坐机友啦，讲要去美国佚佗啦，拢惯着啦，讲着啦，都要请假啦，我太请假要请假，是要请啥物假？我着要去请假我知影遮较无方便啦，我请假实在我请无就请假啦所以请假就打负责是请假，要请嘛咱请假啦，你请假就请假啊。咱若真正出去无方便无爱我用法，我拢安尼啦。咱台湾的泡面做泡面足好食，
啊，搁做红皮，你着啊炸28瓦炸咧，啊，然后咧，无人听去食泡面就好啊，哦，他就凊彩样啊，哦，反正，到你讲袂真哦，迄就是真正就是看袂到诶，我感觉咧，就即个哦，啊，所以咱迄个花有含两千点哦，一点来讲，成仙做佛了，摸不着根的人下修行啊，所以他们各位不能咧对他这个都，他这个根就是道啦，所以各位前讲，我就鼓励大家赶快去摸着这个根，还是感触这个根，爱的根是啥？就是那个我们对咱的心念，咱的心念，会生会起心动念，迄个就是道。爱也讲不出来，爱是不讲哦，这个我是我都在分享啊，咱就常常做为了这个就是以后你安尼，讲了俗，万年好啊，一了不行，万年好啊，一了不行，爱就是要好啊，好啊，你真正办的吼，你看啥？你10年好啊，来100年好啊，来1000年好啊，来万年好啊，但你真正讲好啊的时阵，有一个念头。放袂下，迄个念头叫做念万年好。迄个念头就是咱的tập體，就是咱的根，爱甲屁屁讲这个物件，迄就是咱自己中间分体，这道做虚这做微妙的，伊会当有天地，有是我合理平，有数是合理数，有几是合理正确，这就叫是这样子哦。什么叫有几是合理正确？就是你修到一个阶段，你有法度去听着啥鬼魂的讲话，你嘛有法度听着啥天性，真的就是这样哦。今仔21中，伊一直讲到第4项啊，咱个第4项就是恍惚的状况当中，所以讲前你若修到一个阶段，你若有清醒，咱叫恍惚。是讲你若咧困啊，咱这个咧困，如果你讲清清楚楚，叫恍惚。我以前在教会感觉，听我咧讲着，你拄皮，迄就恍惚啦。没拄到拄皮了啦，都唔敢困啦。真正迄叫恍惚呢，恍惚嘛。伫迄个恍惚当中会安怎？快就成佛。各位人，你感觉快？然后咱就前讲真正讲听着听，我讲课啦，我讲课做听啦，是做理事的，都是拄的啦。歹势拄讲遐对当初歹势啊，讲伫恍惚当中，我一个讲差不多10头悬的新年啊，讲穿个金色的啦，我金讲上滚啦，我讲迄就是生活啦，我看着生活，我开始有信心嘞，真诶，讲迄生活差不多10头悬遐悬啦，遐悬，所以即种就是其实讲咱一定修入到迄个境界啊，你有法度啥？天人合一啊，有法度有天地合一，咱是就是爱修啊像安尼啦，长期个合为一个就是无理无我，无对无毋对啦，无是无非啊，拢进入绝对世界，就是斗智相对，进入绝对，有一个绝对世界啊，所以你有法度进入在绝对世界，你讲的话，拢是真正。拢毋是人心做事啊，拢就是用这份做事啊。所以咱本来拢着去做事啊，目睭看着爱看，我着看你啊去啊，嘴爱食安那着看你啊去啊，耳孔爱听看你啊去啊。各位姐姐，你讲着你的根了爱赶紧用你的道源就是用是配得带动你的目睭，带动你的鼻啊，带动你的嘴，带动你的耳啊，目睭啊，你看迄主人甲讲，啥物人也袂使哦，这个色情的你绝对唔通看哦，你今仔收到看5分钟的色情，你点知？唔通看用迄主人甲你讲，你若嘴讲咧，你闻着迄个啥，盐酥鸡，香港人站袂条啊，小个人啊，这虽然是做色的哦，毋过安怎？迄油炸咧食少会拍开转哦，食了小弟会就中道啦。
迄就是用你的就是本体带动你的筋啦。所以你肉筋就是清净啊，所以肉筋清净咧，你就消疗有在。所以咧，咱毋通习惯互咱的肉筋做主，咱爱互咱的本人做主，安尼就对，安尼叫中道啦咱来看，迄个来对着用。爱讲咧，上较有地位啦，就是选择咱一道。所以讲先生，咱在座的先生拢是有地位的啦。你那较会当选择来祈祷收金，你那较会当选择讲，我来大牛佛门，好来修道办着就了道，好来跟随着咱前人父母头部，人讲对着这佛门，就一个看三岁啊，我感觉没有慧根也要慧根，咱前人不讲来讲这句话，讲你无慧根啊。无你嘛会晓对前人还是对点传输当然啦，事业爱做啦，钱爱赚啦，所以咱记啊，爱重正轻快，就是安尼。所以咱就得了了依据如何有定，这咱伫大家内底拢有伊就是地位上较超人判定，所以呢，互我来讲一个菲律宾一个故事啦，菲律宾。就拄挂一个啥迄个遐教的教主啦，你做前卫迄袂输，就咱这前人辈安尼就对啦，伊遐伊迄个伊了伊做教主，都过来隔壁尔，如咱这道亲伊就想要写文章啊，想要开看写文章安尼就对啦，伊碰时就常常轮到啊啦，这大主就请一份米油粉啊，就走来走去要请由因兜，安尼啊。这教主伊隔壁尔，就准备来参拜，泡茶去论道安尼。才看伊请一顿米就好啦，仆安尼请安尼啊我来，无去人啊。你若请一顿米就好用啦，安尼啊。伊讲我明仔载去开大，开大我要请伊，因为只是米就多数英文。我要请一顿米就好来共同伫遐我在哪里？你告诉我，你敢知影？你告诉我爬石头。如果你讲咱米都是搞笑呢，把你笑啥？搞笑看我都笑就对啦。咱就去讲你啥物拢毋捌啊，就叫你去告诉啥物拢毋捌安尼。我搞笑，咱把你笑啥物意思呢？你明仔载要开大米，我来看卖，看你是变啥就对啦。大主当然多啊。讲你免拿多啦，我是教主，我哪有可能去好批来你去对安尼就对啦我是教主啊，无可能啊，所以你免拿多，看就是老的就对啦，咱这，就是咧讲嘛是遮大来求道啊，讲无可能啦，我是教主，我哪有来考虑要来求道啦，这本是同你讲话咧，这教主你多济，因为这几年拢办。我去检查，等咧办到了，我来陪你，安尼就对。转来第二就是拜，到处伫个迄个等，太响亮听着八声就嚟咧，砰，家己讲我这个好听啊，规讲啊，就对结果点就办好啦，有开卡去落来啊，再看着迄教主伫咧楼梯头遐跪啊。伊跪一礼拜安尼就对啦。因为点转到迄个开台，就讲讲啥点转家己无看，所以看是点转出去看是10光，都大来光就对啦。爱看着就先不就来就对啦。所以就一直看到一礼拜点转出就就教主是啥物代志你也就是遐拜安尼啦。是你啦，我开始也未看着你呢，我看着就是先不把迄个就开始讲啊。伊讲点转出啊。恁大师啊我伫遐等，嘣八声，小队讲咧大声，嘣叫，安尼啦。点转出伫遐是讲无我咧点着都安静诶，安尼啦，当然啦讲伊咧八声，我算哪么清楚？点转出点8个，点8个人啊。点转出叫了，咱普通人听无啥，毋过伊咧真正有心讲啦，听着去安尼我要求道教主讲要求道啊，他这道名啊听着8声就要求道啊。身败名裂啦，反正我买人家事情的，就是要被求道，有啥这样子那个意思。点知伊背面规个拢甲袂来，
啊，咱较袂啦，因为伊发生拢会看拢有问题啦。伊讲证件年份，伊你知影，一个市经咧，一个市民咧拢徛遐啦。哦，啊，十多万啦，啊，个三尊也拢伫遐啦。咱的这个外物来为菩萨，伊个全部拢伫遐啦。安尼基本上就准啦。哦，啊，伊就有遐大猫，伊就打拼讲，你就大家跪了，大家跪了，你无看伊啦。啊，就大家无看哪有看？我看，惊伊个拢同我无看，惊伊看哦，我孙伫遐，哦，啊叫大家跪了啊，叫好，我大家真正跪了，哦，啊所以哦，啊啦，伊这家己办个专点落去咯，点落来嘛，砰一下吼，一刀东拉开哦，非常感谢咱检察师吼，上着传福音，上注意啊吼，讲伫天了吼，就一个做。哦，做优秀的教师嘛，做优秀的那你讲出来，啊，所以都真济。讲诶，哦，我要第物件互人嘛，只就是搭配啊。哦，拜托咧，你来求啦，你来开都无来吼。所以我讲啥，咱无就有老先生讲诶，迄倒啊，互咱办到无计带去吼，啊，就真正都无差。哦，无就有先生咧，告诉咱咱听着，我只讲。我写，我咧讲诶嘛咧卡卡，你听嘛咧怪怪安尼啦吼，咱无讲啦嘛咧加加，拢真认吼，听着了吼，你就做囡仔。等咧，等下点钟出去，你看上班转来，一定下晡啊，咱一工去啊，吼，第一工嘛是安尼，第二工嘛是安尼，第三工安尼，迄点钟出拖去5点吼，啊啦，刚讲是讲三倍来啦，安尼啦，第三工较。啥物人啊吼，讲安尼啦，啊讲安尼好，因为要求证吼，第一啊点文书，爱印书，爱套书，啊你无印书拖咧，哦，我爱印书咧，你报我，你爱参我来啊，你无来我就袂当求证啊，哦，啊你行3工过来找着伊咧，点大书甲总结本就传无伊，多谢谢。如果你若是无，我点文书会感动你，哦，这遮宝贵啊吼，哎，我要求着。哦，啊，苦安尼吼，劳顿辛苦，啊，尤其是书较这个，我说伊动作啊，破腿，所以你敢知影？啊，过前咱这个讲的是啥？有咱遐多诶，吼，来，大家挂好啊，倒来办到后尾啦，是是啦，啊，倒太优秀，啊，倒吼啊好啊珍惜，啊，咱这个倒啊，爱好啊安那，好好把握当下，吼。好，咱来这里补补吼，讲空着之用，为着之用。空着吼，嘛，咱说讲是空准啊，吼。啊，其实吼，咱爱知影，这个脑水时代才空准，够是啥啦？吼，够是啥啦？脑准百几岁，空准较无同岁人啊。吼，啊，伊安尼直接讲来吼，应该伊遮毋是讲，伊嘛咧参是讲吼，参是讲空着就是啥？广大的德性啊。也是讲即个人有德行的啦，也是讲贤德啊，也是讲万德啊，吼啊，所以个写者，咱求着道，大家恭喜，啊，求着道边啦，来着较培着，咱今日教授是第就是培养咱德性，咱香港有一个德性啊，但互我讲，因到一个部分就对啦。所以阿嬷迄阵就是收阿娘皮的，因阿嬷嘛无规300万岁啦，就反正去听阿娘皮听会上伊讲功课，功课回去转来家己要自身，咱来讲食素食咧。我迄阵阿嬷20几岁咧，我听着你听囝是讲食素食啦，就较80几岁。安尼我因阿甲食素食咯，叫即叫因囝孙，因到倒一个。讲一个小弟啦，伊两个小弟就对啦，因咧小弟吼啉烧酒啦，啊啉袂了吼，哇，煞要转来调倒啊，参食大下车吼，规真正无啦，伊老爸听来讲无效，讲好啦，无卖去，伊个一个大弟，因咧大弟参这小弟吼，感情好好，伊讲伊姓人，不管开偌济，你拢叫我嘛叫无我嘛叫，你就是爱人叫，开偌济拢无去，伊咧大弟啊，意思讲好啊，讲要叫好啦叫，安尼啦，足支持诶，做一个点知影？迄个敢讲10个40个啦，无一个我啦。毋过咧，因比因阿嬷吼，迄阵食素食，素食真正够屁话就对啦。
子孙啊，无你也看啦，人不是人讲啊，你若赚到一钱诶，要互恁后生土囝啊，多钱者，后生土囝真叫福报啦毋免你留钱互伊啊。较高趁诶啊，咱一个月趁2万，讲人是一个月趁20几万诶，咱定咧趁着个留钱互伊，即个囡仔无啥，无咧福报咧，多钱者，你留1、2千万互伊我来跟你讲啦，你3工来有了啦，迄个发展囡仔有福是这样子。咱若留钱互囡仔咧，我来跟你讲也袂来看啦，真诶啦。尤其咱咧讲你凊彩厝里嘛是规体，不如讲叫啥物叫嘛有，咱若到尾你后囡仔无食咧，这嘛是拢爱处理掉啦，咱伫咧，所以留钱嘛，毋是留钱嘛，毋是无要留啥，留福，积德应子孙啊，因为这是无用诶啊。就像咱这个故事会当咱互相化嘅大事，化这小事化无啊。所以说是咱今仔日有清道，有做事，有修德办德，安尼叫做孔德之人啊。所以咱容易啊，所以咱就以德传家，以德服人啊。所以咧，我讲路讲性格，已经2500几单啊，到今咧，伊诶70几代，我讲72代、73代，不等啦咱不管你几代，70几代啊。这是一个孔德成，是叫我大约，伊就走来走去啊，这毋是一个互我嘛毋知影，互我是捌知影我伊一届调工迄个转成去迄个日本拜访，日本人你敢知影？这个是孔府的第70几孙你敢知70几代咱认同孔府这个姓名啊，对70几代的孙安怎对待？讲迄好野人然后去拜见这孔德成啊，大家毋敢像安尼衫穿的，穿的无咧，讲拢去行了去孔德成，我想想，伊态度这个举动，对一个姓名的囡仔后代尊重、尊敬，也就是尊敬姓有关。这个是孔教对传到70几代孙。所以你看这个德性这德性呢，空无知的，无法显现，无法形容，为善不敏。这个才是法师一位是综合的。咱值得，执着这个功德。只要讲执着功德，二点点。像我布施10万块，你拄这个10万块，你挺少的，安尼你功德都10万块尔啦。虚空都是你的功德。我一个执着，对不对？因为心如虚空啊，咱就不是空界的像虚空感官啊。你若莫执着，整个法界都是啥空的。你若执着，我做一个目标，然后咧手咧工具全部条件做手咧手咧工具全部做手咧60个工具。你若莫执着咧，无边无际的功德。所以人家来讲咱为善不欲人知。不要执着于功德下，功德上，有几个东南，有几个东路，推动的。我这有要求的，你囡仔囝，就这4个记得比，佫要得比，你看，佫叫迄囡仔讲陪啦，所以我这个是实质，所以我讲咱今提到做事，就是咧陪着大功德。咱提到做事，大家嘛咧放心，咱咧放心，是讲我今日调500家。来帮我陪，我今日看电视如果来头家，阮当时3工后，阮要500家鸟阮要买来放生，这当然是好啦伊就想讲头家要咱去生500家鸟出来，咁样，你买去啊？不要咱你用网仔炸你用钱拍你死啊，啥物来你用网仔你你来500只来交货，你钓人毋是手着，有种就卡住种是不是？其中还要一半啦，因买来放心佫了了咧佫了几条条放心大欢喜，安尼啥实在之道大走了，这意象是啦，就要求了交通的有味啊，早日街头又到尾啦，今朝换来一平时啦，积财一下挥去了，岁月将近难支期啊。大道不着真得意啊！欲知不言其师啊！
哦，伊是讲咱人吼来到人世间，哦，我会当100档的呢，哎，各位姐姐，我来问下吼，这个问题都严重的，嘛都实在啦，真正有点无客气啊。因为我用起来用这个主题吼，要调皮家己啊。哦，各位姐姐，我来问下吼，咱有几档啊？哦，这问题哦，讲着到第哦，我都有几档啊？像我今仔今年已经60几岁啊。以咱台湾的寿数就对啦，分对咱5到75岁啦。哦，偏70岁平均年龄啦。哦，你看我已经63岁、64岁啊。哦，伊75算啥？我存过6档呢。恁呢？各位安尼就你存几档啊？我去香港公司吼，一个80几个讲敢是用啊？一个比喻啦，吼，感觉呢。现在各位你好好想，那个存几档？现在你个存几档个唔唔变是用感觉呢？哦，讲歹听就担心。哦，等哦，人听3字讲安尼尔嘛。敢是真正？哦，做好势跟你食，会拼尽量拼，会讲尽量讲，会做尽量做，会甲外国车拢去上去外国海咯。因为咱存无偌久。今年我实在70岁，我存过6档咧，真正咧。6档啊，当互你拼出一个性命，敢袂好？哦，都会好诶哦，感觉咧。哦，真正都会好诶咧。所以各位先生，哦，伊即首是来个咧。对方讲讲死啦，安尼啦，哦，各位姐妹，咱这事呢，吼，足济，是足济啦，好，为道是长，就讲吼，一定爱将迄个道义道中，好啊去修道，好啊去明道，所以咱大家都听过。这个话我来讲，天边讲，唯有修道出道人，各位姐妹，你好甲想，从咱修道到真。就去前8只，后个太太了，互我看着，都是前8只，至少伫道中有40档50档是哦，是叫到济啊！我较早日本夹看来，逐项头白头毛呢，白头毛有够济呢，愈白代表你伫道中愈久呢，所以40档50档有够济啊，就对啦，各位姐姐，你主要看久的有实在有啦，咱若去过月啊咧，我上倒月啊呢？咱若去买股票咧，奇怪，咱买股票拢了去咧。若叫我投资咧，奇怪，才会弄到拢无法，讲子弹了狗啊，碰起来嘛无呢。所以我咱做啥物代志吼，拢会去股票啦。做到这个你看，咱今仔做着即条事做吼，到咱股票。真正咧，咱经理常来讲一句话，从来不后悔，只有忏悔。就讲今咱今年去拜见何老经理，咱今年去拜见何老经理，咱知吼，因为咱台经理讲嘛，迄个经理主编吼，听讲何老经理伫倒安得道望寿，我想跟你拜会一下，见他的一天风采，咱台经理说，咱真进去啊，讲伫迄个去啊，伫新山啊，讲出济人，讲差不多3、400个人，拢要去迄个啥，会见何老先生，迄阵何老先生拢无何老先生出来，出来大家拜对拜拢要参咱何老先生握手啊，安尼啦，咱即个经理迄阵就拿留着无偌久，就是拿来用心尔，大家握手啊，讲这句话，各位经理，你鼓励嘛，不讲，我嘛不讲。回去好好修道，奇怪，咱无德性讲嘛无啥评论。何老先生，咱个德性无共款咧，就咱今日咧手俩，回去好好修道，就是讲诶，就你讲话讲了，不当不共款。所以话，所以今日咧方向就是咱讲，一世人修道，绝对无后悔。一世人穿到道啊中间，绝对无后悔。不过咧，有过失，点仔过失爱忏悔，安尼尔。所以一辈子没有后悔，只有忏悔。各位姐姐，咱两个长间一个真正共款。后边修道无退步诶，我记住这实力人家来讲，
迄个老板啊，你若看少年少年啊，我一定来讲，你看人家少年呢，我就讲我买咧，食菜30档，食菜30档的少年，用的哦，各位前是真诶，我较早咧做着红大，你看，较对有啥无共？较老实话你尔，安尼咧，是是咧，所以食介好的保养品，请靠寿星，多好啦。就迄领面，再看嘛是安尼，即嘛是安尼，都不差啦。做治疗，鳞片填条咯，唯有收得不无钱，就对袂啦，无安尼就对啦讲道是为本，讲这道到底是啥物物件啦？伊个提出个问题啦维护啦，啥物为往维护的，是有非有，是无非无啦，非非实质啦，非是实有啦。讲恍惚嘛，啥物恍惚？有人说歹困诶，因为困到也忝过啦困的品质能几多摆？因为困到也忝过啦，人重筋啦，步步用过啦，安尼啦，所以也忝过啦伊这困的品质多摆，迄是另外啦，这境界就讲恍惚，啥物恍惚？就是你人做。人开个问你嘛知，一点讲一个你嘛知，3点讲3你嘛知，毋过你也毋知人伫遐困做啥事，咱毋这精神。这是哪里用语，这就为王为夫。这功夫咧真正咧，你毋茫讲啊，我困袂去，然后一整出来我来找医生，或者跟食医生无同，因为这受着这境界，真正写得出来。所以话，无黄不要咱解做，是记得咧，就是像咱咧困安尼，所以较早有一个师傅啊，传个小啥物，个师傅啊，就教小啥物打坐啊，两个就伫遐打坐，结果师傅啊就来，一个就目睭爬开看师傅啊一个，一个咧拢无打招呼，过前面倒一较对。开目睭看厝外个因为一定咧打坐，我咧打坐，如果伊清楚说啥物人叫啦，知影厝外就话伊看者代表是啥？代表是打招呼，边仔个拢无叮当诶，你个一定困去啊。所以恍惚，我就是讲这个境界，真诶我都讲另外一个境界，各位姐妹，你感觉看过咱若是三楼较有这个精神啦。你就伫遐坐，安尼读书你恍惚去，各位姐姐，捌有一个前日来互我讲迄个恍惚的时阵迄个米就做出无走来伊头前所以头前来就对啦。我就问讲，是米就做出走伊个头前，还是米会走来伊就做出头前啦？如果嘛毋知，就是头前看出来，迄叫恍惚啦，明白？所以哪有跟哪无？这还是迄个上所谓讲啦，叫做白纸上的功夫是安尼所以我信的讲这功夫咧，所以咱袂怀信，比啊，认就是这啦，所以他来讲啊，讲道是啥物物件？伊是啥？得不可得不可名啊，就是讲你讲出来就对啦。所以圣人知影你讲出来就对啦，所以用啥？用这个方法虽然是啥？这领导，就较早一个上师啦就伫遐修道，头啊，迄落啥外口一个活动就来，上师就去啊，啥物叫做道？迄上师伫遐破产嘛，行头行爱发现咱松树伫遐啦，伊讲松树就是道，各位先生会当体会着，松树才是道啦，我讲个话因为伊看第一眼就看到松树，所以讲松树就是道啦。就你也问我啥物叫道，我惊快，迄个原来是不输先，他现在出来就是讲，在这个功德是这个功德就是安尼，毋是因问题，是咱无了解的问题。是咱咧问伊讲，讲你人啊，啥物叫道？我来讲是交通用的，
你就拢爱讲话，目睭经讲我看，会倒啦，咱体会这个物件咧，吼，是安怎我今仔日目睭真无好甲你看，站着看，你要费一本册带互你互你看，敢是安尼？我今仔无费一本册，敢会甲你看，无可能啊，吼，因为啦，咱个目睭就像电话簿仔，电话簿仔装伫啊。就像咱目睭装伫遮共款，你办袂倒啊，有电话簿啊，无电话簿毋是共款。啊，咱目睭装伫遮嘛共款啊，你要自上，咱自身带动伊看物件，伊才会看的啊。迄就像咱人到位，有目睭有鼻仔有喙有耳仔有啊，五官专家对先生，如果伊就是无去啊，走啊，目睭无当看啊，有目睭袂看啊，有喙袂食，有耳仔袂听，敢是安尼？迄自己袂啥，就是咧倒啊，要显啊，显示出来，委婉为夫啦，恍恍惚惚啦。我这我心里记来好多啦，所以我迄阵咧讲咧吼，真正是要诚懂我，这是要清楚啦，等下搁这句较厉害，委婉为夫啊，恍兮对啦，呼吸恍兮，其中有象，这个较厉害。你讲内底搁有象呢？所以讲，即句就讲真空生妙品啦。你若讲空的，倒拢空的啊，空你就真空光空啊。咱倒是空的，就这会当啥？变啥？空叫个生妙就出来。这较是倒哦。所以咱袂使想到无变光空也袂使啦。想着那有莫名的形象存在。首先来，有一摆一个点文书去啥？去大陆台风啦。咱讲这个点文书啦，伊就甲我分享。讲伊就是咧点倒，讲伊敢是上嘛，你足奇怪，况且就毋知影落去的，反正迄个对，反正迄个对，反正跳对，反正晃对，讲伊敢有几个游乐园啊？讲伊车大车较一半，我都袂记哩啦。差无点就车大车一半袂记啊，是安那这个人车，到时候就叫到做甲做袂稳的，反正都变偌足济啊。开始一个啦，买到早上唔知啊，迄个道歉牌倒那只倒来啦，用我做落去。最近我蛋糕添啊，放一个就是你有了解无？店内说连那车大数，都袂说食饭的，他会了袂记啦，就是只食厝来去当落去尔。你只无法度就是无法度呢，是来咧。咱最近石头袂切线，爱用。我话这做就真好做，结果阮就甲伊爸爸请示啊，爸爸说无要答应啦，对啦，伊爸爸毋是着种个啦，无要答应。最近就是迄个用咧新闻的迄个天使图影，就打去打阿公讲，就说明阿公啦讲阿公啦，你有咧新闻等啦，我即个考试这歹考诶，我希望有一个负责，我连拢讲个负面诶啦。按落较袂歹好啊！本来伊要说的，结果我毋说啦，特别人我答应，说伊毋说啦，变怎？我就讲按时啊，无要说啦，就讲看底。如果你刷了了，双手合掌，双手合掌你看你老母慈悲，去啥物人？我今仔日在面公司，我咧培养学生，安尼啦。伊讲有诶，讲我大家拢念诶，讲有你讲我你培养学生啊，伊讲伊逐工拢培养十方大德啦，你太厉害，十方大德啦，咱个两边回家讲十方大德啥，好就是安怎，咱慢慢回想。你若培养十方大德我做一比如啊，比如讲我你这边要1000个人，才过1000人，看1000人去食你我一个都不够，我讲，怎样呢？我讲你先生，我没签到，为这求到我都求到，为这签到我都签到，为这来这个我都这个必须这种很大，边线太重了，是咯，都是边线太重的啦，边线太，我看这无害啦，你看你骗了对啦，我看这个都有影看过去边线这个人家这困。所以咱就是啥，突破掉，这呼吸恍兮，即是恍兮呼吸，是
其中无有，目前上，你有感觉无？迄足侪前辈者，未经得进行，功能啦，酒啦，吃喝嫖赌，五官俱全啦，大行业就对啦。我迄阵未求得嘛是诚稳诶，现在，真少诶，靠不是同学啊，来参拜嘛参下啉啦，虽然未参人参礼唔到咱啊，饮是嘛是拢会啉啦，搁一个你敢知影？我真正我明仔载要请到，今仔日诚稳诶，我就是安尼。我操，然后要请到这支婚假袂开要安怎？咱讲大声，你若要请到，你有要去几个啊？已经答应啦，好，来接，我电话看下来迄个迄阵是红旗咧请到，你请到要奇怪听规工的班咱4节班嘛听规工的语言拢无上干啊，一个分就无，分就安尼解开啦。较早我讲迄阵中秋解师同的师同学解总统的，解对落册，上这个图片，这个网络的图片，咱打来，互咱好去收好办，正好他们咱无看见着伊也对不起有事情，所以讲黄师傅是其中有啦，所以咱有一个求得了，较早有分食分两啊。我出去我叫得多了，我完全变成一个人。而且你都一人安尼啦，是互我安尼啦，都侪人啦。较早讲我都安尼啦，叫得多了，我无看看哪里啦。所以这个怕，这个道会显，所以讲叫显露啊，不是哦。叫得多了，天天中心就显露啊，你就知影啥物是好诶，啥物是歹诶，唔叫伊自己就改啦。真正改了所以呢，辽西明西其中有经，辽呢的情冠的意思就对了明的你为暗的意思啦，所以我们就看讲，得不及也不可及，意思讲这得玄妙不可形容，得我都去讲你就对啦，所以咱就家己爱去两个参考，参考了无对一世人无派人就是对对，对嘞，不可及，就是讲德化的力量无穷无尽，所以咱人天地人三大，天也功能，地也长久，而且简单的，咱有可能100多年的，如果咱人的德性呢，可以配天地，咱人的德性呢，可以跟天地同长久的，所以这个有重要的，比较重要的。我介听着迄个报公信的伊个前辈讲，迄个师尊六大人迄阵伊未有发觉着义山这个地啦。讲师尊六大人来批文的时阵，赶紧来去找义山这补地就对啦。你啊前日较拖来拖去，咱中国的义山路拢过遐去啦。讲你不若做拢无咧，无啥物意义来地咧，讲结果有解就甲我转来。转来讲坐咱这条路遐去较早拢顺道啊，调迄个义山遮个山头，讲车都歹去啦。阮这个义山，吃起来，原来师傅老大人物色啦，准备要用这山上来爬起来，爬起来了，开始变新今年义山无谈，安尼义山大风正常个，就比较少啦。讲进前开始咧，讲规啊山拢做啊。大只就讲规了拢是咱知影是人，袂当说死差不多就用要大了，无可能了嘛了，规山边拢真大啦。结果讲袂使知影，讲第做来保护这个山，干脆有原来，这条山，你若起过淡就对安尼啦，我听过来，我透一讲者，讲是大化身咧来保护这宝地啦。伊个前是讲地条大，你敢知影？因为迄个开地基嘛第一工就是迄个爱拜请拜天地讲伊前日100块八，伊迄个条鸟拜差了，讲全部的大公开始大拜伊，讲大只大细只是拢拜啦，拢蛇，拢也袂干因为食几只搁来互我分享，
所以我建议咧，天条偌大就好，100块买几个箱拍落去啦，只路走了了，走了了，咱就开始啦，人工，人工开始替代今仔用迄个防护衫来做这样，所以做节俭，卫生足重要，德性很重要啦，你知道这4点咧，咱就讲为做节俭，讲为重要，顺便嘛是这句话讲着的就是顺德啦。赔着嘞，刚刚说的改天生活破天阴德，你就在赔得了。重点是咧，各地方嘛就是存嘞，有地方嘛就是存嘞，所以都要非常的谨慎的，提醒啊，其中有精人是有法不的环境，法不不在，所以讲有得叫对啦，有得了，自己管那自己造出来，新闻机器就造出来。用基金、六类基金基金才做到出来，所以做这个你也相信啊，你自己菜市仔看卖，菜市仔，菜市仔啥物好看？咱食菜也是无同款，你也去看一个太低的你唔通看，真正唔通看。我也经过迄一块肉做大个店以后，迄个是人买，讲是迄个对啦，讲偌钱就偌钱啊，我讲朋友做咱听因为原来大富足啦，迄大包仔真正是是说好处迄报纸看出来一个卖牛排红无，卖牛排，一个红个红的啦，安尼啦，迄红当作放啥讲牛排，迄个一工4点钟规透早唔使过，就系你慢过来跑，所以因个牛排生意有够好，牛肉面啊。平安定定咧买牛排做牛排，人都比牛排有迄个牛头面啦，不歹啦，有脾气啦。讲讲时还好别拍去啦，救因落咧就拍尾死来，我拍尾死啊对啦。迄个年度尾声就是救人家人嘛，嘛就拍，我站袂条啦，拍攞啲先做炒。爱是写大个比较飘，飘的这4天要注意啊！你嘛是要讲牛排，国道的，我等你开就对啦。等你开就讲牛排啊！嘛国道咧，嘛你讲，你叫人地牛肉面。各位是你食人嘛食牛排？食人嘛咧，各位这挑破了，你看你看这个，对咱这个牛排就袂是安排，共款拢共款啦。你看迄。鼻心就人个鼻心拢，人个心拢共款啦。你安尼碰安怎样比较袂？咱来做几拢无坏啊。就去倒安尼骗就对啦。原来有一个去食着鼻心头啊。都破的，各位就研究所以迄听着这故事我一点都袂晓相信。你看咱若听个咱来就得了的，你大呢？得你听讲嘛咩心头，是不是这样？我爱个听到上新鲜啦，例如我爱哥哥咱就知影菜市青草啦，青草了搁随小回肠啦，我蚵看哥青草咱就袂歹食菜嘛袂歹呢，我就甲阮妈妈讲阮妈妈我嘛要蚵我嘛要食菜咧，了解阮妈妈意思啊，迄考验就对啊，最好是等伊食，你要青草我青草嘛，你一定会考验啊，所以咱加拢青草袂赢对不对？如果咱若是要破坏青草你就爱安搭好，毋通讲，我知影意思就好啦。讲着第一就咱讨咱才来讨了。了阮妈妈考啦，咱到厝就食菜就炒袂了，咱剩两个食菜。真正咧讲咧，食菜迄阵互我袂做工书咧，我会晓用啦。我讲妈妈，唔对咧，我今仔是要学观世音菩萨来度我众生咧。我是要学观世音菩萨来提高寿信咧。太歹啦！我是做对个代志咧，毋是做毋对个代志咧。阮妈妈恶袂啊，好啦，孙仔你啦，安尼啦，大啦，我都管你安尼啦，好佳哉又去管你啦我就带太太迄阵，阮太太伊就中医师嘛，我讲我要食菜你若要食菜，我就要跟你食。我讲你若无听到你要食菜，中医甲我讲，互伊听落来。中医甲我讲。食菜太健康，安尼对啦，你有道理我人无带来青草，我前一个知影青草了13，阮本来个带阮妈妈去青草，
我妈妈换穿口，啊，去同阮阿妈穿口，阮阿妈换到99岁，99岁哦，8月以后生传女命，规身躯拢做。本来光管拄到拢老倒丢啦，所以你啊看，所以就是这样的，所以咱求得了，周边心就走出来，就问基金就走出来啦，所以受兵注意资料你啊看，咱本来良心良人走出来，所以为什么要渡人？就是这样子啦，其精甚真啊，这个精的是金钱的流露，所以道讲对智慧机会，所以咱是做各位学员，咱嘛有看得啦，嘛有见识啊，我是大学生咧，我是硕士咧，我是当处长咧，卖有这啦，所以修德就啥虚空如梦，就是把自己看小了，把别人放大，安尼啦，他重视别人嘅，较低把它缩小，精的你定定静干，等式奇观啊，一律平等啊。你讲咱而家修德反德当中爱一视同仁，唔通啥，唔通我对伊好诶好，我就讲排伊去做。哎呀，对我歹我看你袂顺，我拢无咧排，啥物啊？你分别心咧，你敢知影？就是爱一视同仁。三个嘛是共款，大家斗轮流，每个人都有出色的机会。反正嘛是共款，出国嘛是共款，大家斗轮流去嘛，讲安尼。所以咱进行就做这啊。有的人要出国，佫袂当出国，就做无采。有的人学三不二的，我无听人讲，嘛都无采。所以各位姐姐，咱爱明白啦。三个三个人讲，就轮流讲嘛，咁样呢？大家咧接触嘛，咧嘛，大家都去做嘛，大家都有什么？都有机会来表演嘛，其中有信，这个信是啥？信用偏低，就有以外，自己有平，好无？就是讲咱道伊啥？真空写出来这种信啊，大道无言啦，文言是我嘛，大道无言啦，中庸法物嘛，无个啥，我唔知因俩个啥，中庸法道嘛，所以道无言无常，不过伊就是先这个，所以就是信，所以啥物物件相信，咱图啦。你啊栽啥，伊就生啥，所以说是修行。你栽菜果，伊就透果出来，咁是。所以他是最守信的所以这个啥朱德林呢，就是挑起了去改变命运，所以呢，各位学姐，咱今仔再来求得绝对咱来超生了死，这是千真万确的好，所以自古这边自古在这个就古代以来到底完全拢不平，低人不平，无信这个无常的是上的对。有上讲上，低人不上呀，我带过啊，你是啥物讲以管政府以乐政府啦，乐的评鉴啦，分等级啦。政府就讲有道有德的人，这个是道书，所以就讲咱今仔来修道办道中道嘛，你跟着这条道的路导引落来，搁前面大家大位以后，政府的工厂拢有高位，所以佛教来讲安那。伊有迄个啥声闻、严格、罗汉、菩萨、佛有无？伊有看，看你是讲啥物康赞嘛？你儒教就啥天理嘛，就是君主嘛，来天理嘛，圣人嘛，来至圣嘛，至圣嘛，伊道教来讲咧，就是仙嘛，就是真人嘛，伊咱这个典籍讲咱身上有9品连达咱知无？上品、上中品、上下品。上上品、上上品、上下品，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看你想要啥物康赞，各前年伊就是到迄个口味，大家有毋是前年有物件乱做啦，各前年咱大家小伙就通通有，所以各前年这本册偌久啊，2500几张3000单的册啊，人一定拢写得清楚的所以吾何以知众苦之重担彼此？就讲我现在会知影啦，迄就看你这个人修到啥物坎站啦，修到啥物坎站来遮啦，论讲评果啦，安尼就对啦，
所以各位先生，咱今仔时阵是讲，我拜我以后等有老母讲六当然这真好啦。其实上介好就讲，我这世人我就成道啊。唔通等我拜我以后，来要陪倒去哇，做无主人唔好。你这世人平心见性，就低生活，家己心就正道，安尼上正常对啦。医术是完全靠在修为上因素，所以爱因用人负重所以说是总结论，什么叫道？道真空是妙有，其中有常，其中有根，其中有精，其中有性，这叫做真空生妙有，你看水话，真正好水啦。好，最后呢就是讲，许多大家讲用道经用品，必用可必入土甚危险，无不有止境。你是是讲咱21种拢讲咱都好势啦，时间也拄好到，所以做者出着的，即咱做一下这个款，而且咱连年复咱咱就可以包容啦，都浅显，互咱出着，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顺利就不 OK， 谢谢。谢谢。感谢分享，学到功，功到功。我不觉慈悲行到功，功到功。好，这是你做的。对，会这样子来一般总是在这，大家午安。主持人，一边3年我记念了，3年第一天，在记念，大家看到好满意，因为咱讲随着这个疫情，咱普遍，我们这个朋友希望这个朋友。疫情爱仔细的看待，才能够讲，就是说，仔细的看待。大家相信讲3年过去啊，大家累积意见的过程中，拢有成绩。但是今年呢，在讲我头班，到天班，那么今天这个当中呢，都有4班，女生有些。4班，因为不是离开，天论时间。那因为咱一般是咱的对比，那我们来说，这个发的这个天班，现在因为对比，通告这个今一直23岁，进行通告10个月，了后就拄着疫情，所以就是个偏差。那今日呢，因为咱稍微当初，咱小